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係10月28號，延續尋日嘅好消息，中美貿易談判繼續傳出利好訊號，大市有機會借勢挑戰26,600至26,700點呢個重要阻力區。不過要提醒大家，呢個阻力區頗大，上面堆積咗唔少沽盤，要一次過衝破並唔容易。預計今日波幅會喺26,500點到26,700點之間，個市好大機會會喺高位遇到明顯阻力，策略上可以繼續持貨等反彈，但一定要設定好止賺位，特別係當個市升近26,700點呢個水平，要提防獲利回吐沽壓突然出現，唔好坐緊升降機，記住識得喺高位收腳先係真正贏家。快啲 share 開呢條片通知你班戰友，一齊把握機會，同時避開陷阱。